看第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圣诗第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咱先来唱第一段。第一段。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地比，仰望关山也是美，平世莫偏心，透早向阮所回馈，日头发光辉。第一段的歌词，请兄弟注意吼，是透早翕文山花开，透早翕文山花开，日头发光辉。后壁这山悬大人心酸吼，这山悬大人心酸，主温搁较宽，搁较悬。好，咱搁来唱第一段。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地比，仰望关山也是美，平世莫偏心，透早向阮所回馈，日头发光辉。第二段，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深无地比，爱记水退的山坪，大叶挂伫遐，黄昏甲你海河，日光犹未散。第二段的歌词也请兄弟注意，海边水退，海边水退的山坪，大雁跋伫遐。海边水退的山坪，大雁跋伫遐。水退的山坪，好，大雁跋伫遐。好，咱搁来唱第二段，接第三段。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深无地比，爱记水退的山坪，大雁挂伫遐，黄昏甲你海河，日光犹未散。第三段，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地比，伊无无际的沙漠，遥远的风波，痴痴波浪变空飘，月光在照射。练习到这，请有带手机仔兄弟将手机仔关机，好，
多谢。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报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三甲来吟圣诗266首，请来咱着往主唱歌，请咱起立。徛地，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三个用上帝话来启用，
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来呀，咱来唱歌讹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佮永远受讹乐的白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一世人群对阮。阮感谢你，因为你神圣的真理开启阮的心，你慈爱的恩典振兴阮的心智。阮感谢你，愿知圣神日日引带阮。有时阮拄着恶担当的事，这拢是你伫阮生命中恩典的计划，安排这的事来教示阮。求你，予阮会当接受你的引带，无消灭圣神伫阮心内的感动。因为独独只有主耶稣的恩典甲财物，会当予阮拿进步。伫即个新的年，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院，也要用虔诚的心摆设感恩甲讹乐的祭坛。因为伫即个新的出发，阮亲像阿伯拉罕，对一个熟悉的所在，要行去一个青疏遥远的未来。恳求你奇妙的腿，平安的管，引导予阮，互要来的一冬，会当真做荣光你的一年。互阮日日通过读圣经，甲祈祷来亲近你，听叹你的话语，互你的话真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做阮的照伴。也愿阮嘴所讲，心所想，拢合你的心意，得到你的接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歌队今早起所要吟的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Oh
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有一遍耶稣徛伫吉尼撒勒湖边，有一群人客wat去要听上帝话。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掠鱼的离开船在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迄只船，叫伊过小可离开岸，然后坐落去，对船顶驾驶众人。耶稣讲煞对西门讲：“甲船过去深的所在，拍网落去掠鱼。”西门应讲：“老师。”阮拼规暝掠拢无，毋过你拢在讲啊，我就来落网。因一个放落去，网着真侪鱼，网煞强要破去。因下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因就来，将鱼缀伫2只船，缀到满满，煞强要沉落去。西门彼得一个看到，就跪落去耶稣的骹前讲：“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着遐济鱼，真着惊。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耶稣甲西门讲：“毋免惊。”对打以后，你会得到人。因拖船划岸了后，将一切放咧去对耶稣。愿上帝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人。讲道牧师今早起要传讲的信息，最深的所在，劳乐稳定的脚趾。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疼，因为你固守阮，互阮平安经过旧的一年，也踮伫最近阮迎接新的开始。主，阮将一切不安甲惊吓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主用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互阮伫你遐，阮领受平安，阮也领受祝福。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兄弟来平安。现代人咧讲一寡用词，拢真有因特别的意思。即摆有一个用词叫做水真深吼，毋知咱敢有听过？这项词吼，水真深，知影这啥物意思无？黑幕重重。对内底有别人所毋知的代志，内底有足侪别人毋知影的迄个内幕吼，所以你莫乌白去读，你若是读着，可能你会付出代价。这意思是咧讲，某一个程度，咱咧甲人讲这水足深的时阵，嘛咧警告人讲啊，请你毋通做即件事。认真想想的，其实耶稣的话，甲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兼毋是拢共款。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水嘛真深，为什么咱水足深的？因为咱已经受到侪侪无共款的价值观、无共款的想法，咱咧追求的物件，有当时啊，甲上帝的路是冲突的。所以耶稣的话嘛，定定咧面对咱生命内底即个水真深吼，咱到底敢愿意拍开咱的心来听见主的声？咱到底敢愿意互上帝来转变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嘛？今仔日咱要进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咱可能自过去到现在，咱嘛读足侪摆。故事的主角当然是耶稣，毋过另外一个主角是啥物人？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无闲归暗，伊讲伊拼规暝。伊想要得到啥？伊想要掠到鱼啊！当然，因为伊是一个掠鱼的，所以伊拼规暝想要掠到鱼。
总是经过规暝的拍拼了后，伊发现啥物拢无。伊发现啥物拢无，心内底开始有真侪失落。伊开始咧问，为虾米？伊一直咧问，为虾米我拼规暝，啥物拢无？当伊开始咧问为虾米我拢无的时阵，心内底开始操烦，开始挂虑，嘛开始生气。伊咧生气啥物？生气家己为虾米我今仔日安怎掠拢掠无？生气家己讲，为虾米我明明是一个遮尔有经验的掠鱼人，哪会啥物拢无掠着咧？一个用掠鱼做生活的人，看到别人，看到别只船，别只船拢有满满的鱼的时阵，伊心内底安怎想？伊心内底足失望的，伊心内底嘛一直有足侪挂虑，我到底要安怎去面对明仔载？到日天曝光，煞煞去日子总是爱过，所以边仔遮会帮忙的人开始去洗网啊，准备后一摆要出去的日。伫即点，剩西门彼得家己一个人坐伫迄只船顶，边仔人咧无用啊，伊坐伫迄只船顶，伊伫咧问，到底为虾米？到底为虾米我无用规暝，安怎拢摕袂着？忽然间，伊听到声音嘛，对迄边开始有声出现，因为一大群人开始要挖来，有一大群人缀伫一个人的后壁，一大群人缀伫一个人后壁，慢慢行挖滚伊。西门彼得看见这个画面，心内底咧想啥？伊讲吼，若是遐个人是啥？若是遐个人是我，网内遮个鱼啊，到底有偌好？伊伫咧想啊，迄个人后壁缀遐大群人，也是遐大群人是我船顶的鱼，毋是足好的嘛？看到这样事啊，继续失望。明明迄个人看起来无特别了不起嘛，明明迄个人看起来真平凡，后壁为虾米会缀遐大群人呢？看了，伊继续头咧咧，继续咧问，为虾米？伊继续咧问，为虾米我拢无去？为虾米我拼规暝，虾米拢掠无？伊无去注意到，迄个人愈行哇后来行对来，迄个人行对伊遮来，然后上伊的船，然后甲彼得讲。请你将你的船过离开岸，小看一看，好无？啊，伊还袂反应啊！即马发生啥物代志？好，真直接，就随将船过离开。小过离开岸了后，迄个人坐伫遐，开始咧驾驶人，开始咧讲道。所以西门彼得伊是非自愿咧参加礼拜吼。西门彼得毋是家己自愿咧参加礼拜，甲咱足侪人可能自细汉的记忆拢共款。咱毋是自愿要来参加礼拜，是因为父母强迫咱来啊。西门彼得无任何的选择，伊非自愿来做礼拜，然后搁坐伫对。伊毋是自愿来做礼拜，然后搁坐伫讲道的人边啊。伊只好踮伫遐咧听，当即个人一直咧教示人的时阵，西门彼得心内底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出现。到底伊咧讲啥？为虾米伊所咧讲遮个道理，哪亲像有一寡物件进入我的心呢？听起来真有道理，听起来。我的心嘛，敢若互啥物物件所拍着共款，但是无想真清楚，伊随时搁转来，讲但是我听遮敢有啥物路用吗？我听遮的道理对我到底有啥物路用？
我所爱的到底是啥？我所要治的嘛是鱼仔嘛，我所要治的嘛是我船内底爱有鱼仔，无我要安怎向我厝内底的人交代？我要安怎生活？我要安怎来负担这个生活的费用？伊咧问这个问题，我听这个道理，足感动我，足拍动我。但是这甲我的未来到底有啥物关系？我听这个道理，敢真正会当解决我一切的跨路？敢会当解决我一切的烦恼？我的生气，我的失望吗？这是西文彼得心内底的疑问。我毋知影这敢会是咱的疑问。我毋知影这伊的疑问敢会是今仔日咱坐伫礼拜堂内底所有兄弟姊妹所带来的疑问。虽然咱知影上帝掌权，咱知上帝的话语带来快乐，但是今仔日过了。主日过了，明仔载开始，年假嘛是休了啊，嘛是爱转到原本的生活，嘛是爱面对我过来，我日子要安怎过？我生命中间的困难到底要安怎面对？继续咧问的就是，到底信用敢真正有效吗？咱嘛一直咧问这个问题，这是西文彼得的问题，嘛是咱每一个人的问题。其实这嘛毋是咱的问题那尔，这嘛是每一个做牧者、做讲道者的人的问题。每一个牧者伫主日的清早，咱承担讲道理的服侍；每一个牧者伫每礼拜准备讲道篇、准备踮伫遐咧读册、准备的过程，拍字、写字。每一句期待会当鼓舞人的话语，每一篇期待会当感动人生命的道理，其实心内底嘛一直拢有这个疑问：到底讲这是有效还是无效？到底做遮尔多，到底这是有效也是无效？到底信用对人的生命，到底会当产生什么款的效果嘛？这是咱所有的人共同的疑问，也是西文彼得心内底的疑问。自这点伫咱，自这点伫遮的咱，一摆搁一摆咧问上帝啊，我的未来到底会当怎样转变？对明仔载开始一切的困难，到底要安怎解决？我的生活有困难，我的病痛无法度得到解决。我阁有足侪心内底挂虑的代志，我无法度面对，到底会当安怎？因为这个失望，因为这个犹豫，有人就因为安尼渐渐离开教会，有的人因为安尼渐渐失去服侍的心，但是嘛，有人犹原继续坐伫遮，不过就是坐咧那尔。看到边仔的人，有当时看到边仔的人，遮的人稳定遮尔济，祝福遮尔济，为什么遮的祝福袂临到伫我哩？是我无够敬虔吗？是我无够认真吗？是我无够委身、无奉献无够，也是咱所看到的，其实拢是空虚。咱所看到的，不过拢是假的。咱所期待满满稳定、满满束缚，遮的画面拢是虚的，只不过是咱心内底所想象一个无存在的未来那尔。伫无人的时阵，伫迄个暗暝，西门彼得问主啊，到底为什么？嘛伫迄个咱拄着困难的暗暝，嘛伫迄个咱感觉无法度改变未来的暗暝，咱咧问主啊，到底为什么？咱开始诚实去面对我生命中间的烦恼，
开始咧面对我生命中间的交期，开始咧面对我生命中间检测我对上帝有足侪生气。为什么你互我拄着遮个事？渐渐，伫每一个失望、每一个挂虑、每一个生气、每一个烦恼了后，有一个微细的声音出现啊！转去到伫最深的所在吧，转去吧，转去最深的所在吧，将梦搁一摆拍落去，拍戏吧。这敢真的吗？迄敢毋是我无闲规暗，我拼规暝拢失败的所在？迄敢毋是我用尽一切气力，用尽一切能力，但是啥物拢摕无的所在吗？哪会迄个声音是爱我转去到伫最深的所在？迄个声音讲：你转去最深的所在吧，将梦搁一摆拍落去。西门彼得爱面对这个选择。咱也爱面对这个选择。对西门彼得来讲，检采，伊认为讲反正甲我讲即句话，即个人后壁缀遐济人，安尼检采伊所讲的话有一寡说服力吧。嘛，检采对他拄啊，即个人伫伊的尊顶所讲的道理，互伊心内底得到一寡无共款的感受。所以，伊开始相信所讲的，甲准搁去深的所在，拍梦落去拍戏。检采伊因为安尼相信即句话，啊无对一个有经验的掠戏人来讲，哪有可能去听一个啥物拢毋捌的人，就出现踮伫伊的边仔咧，对伊安尼讲话咧？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掠戏人咧，啊你不过是啥物人？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掠戏人，我掠戏掠遮侪年啊！你不过是一个啥物人？目光的囡仔嘛！你不过是一个目光的囡仔，你不过是一个看起来啥物拢无啥物了不起的普通人，只不过后壁缀一大群人，只不过听起来可能你讲的话有人要信，但是要掠戏是啥物人较专业？要掠戏我较专业呢，我哪会愿意听你的？毋过踮伫迄个时刻，西门应讲：老师啊，阮拼规暝，啥物拢掠无。毋过你著安尼讲啊，我就来落梦吧。西门听，将船搁一摆。过转去最深的所在，伫迄个伊面对规暝失败的所在，伫迄个面对伊生命中间摇旗的所在，伫迄个伊感觉伊所有能力拢失败的所在，重新甲梦搁拍落去。即摆当伊将梦拍落去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啊？开始足侪鱼。活来，逐摆我读到遮的时阵，我讲吼，咱爱想一个画面，咱有带囡仔去饲鱼仔的经验无？去迄个水池饲鱼仔，你将饲条会出去的时阵，啥物情形？全部鱼仔拢冲过来，所以小想象一下。迄碟将彼得将梦搁一摆拍落去的时阵，全部的鱼仔开始撞过来，开始冲过来要进入伊的希望。这个希望险要破去，迄个梦煞强要破去，然后即只船量要载袂掉，赶紧招另外一只船过来斗相共，后来2只船底满满。这个时刻，心内底咧想啥？是赚到啊吗？真好，规暝拢无鱼，即马足侪鱼，会当摕去卖啊吗？
西文的反应是随时跪落去耶稣的面前，甲伊讲：“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啊！”伊知影掠遮济鱼是虾米人的工作。掠遮济鱼，毋是靠着伊的经验，毋是靠着伊的专业，毋是靠着伊自细汉到大汉可能学足久遮的技能，毋是伊的才调。即摆无共款，是因为这个人踮伫伊的船顶，是因为这个人踮伫伊的船顶，然后伊清楚知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啊。因为耶稣踮伫伊的船顶，耶稣敢会踮伫你的船顶吗？耶稣有踮伫你的船顶无？伊也袂赴欢喜吼，也袂赴欢喜，心有惊吓。西文彼得反应是也袂有欢喜，心惊吓。伊开始咧问，共款咧问为虾米？头前的为虾米是为虾米，互我拄着这项事？即摆为虾米是为虾米？竟然会有即款的情形发生啊！这个事发生超越过每一个掠鱼的人经验甲想象。耶稣率直对西门讲：“毋免惊，对他以后，你要得着人啊！毋免惊。”对他以后，你要得着人啊！最后，因将船搁一摆驶转去岸边。西门彼得、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将一切放下去跟耶稣。因放落一切去跟耶稣啊！耶稣敢会踮伫你的生命中间吗？耶稣若是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反应到底是啥物？耶稣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反应敢会是继续的问啊？为虾米耶稣你互我拄着遮？也是当我咧领受迄个恩典的时阵，我已经有新的反应，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咱一直咧问讲为虾米上帝你互我拄着遮的时阵，咱敢有真正心情讲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吗？然后耶稣讲，对答了后，你要得着人。有当时咱掠船得着人是关键，敢是？伫整个的故事内底，咱感觉关键伫倒落？踮伫今仔日的教会中间，有当时咱掠船得着人是关键，但是咱袂记哩一项事是啥物？耶稣有伫你的船顶无？咱足关心讲，我要得着人，我想要靠着得着人来证明我是一个得着上帝祝福的人。安尼，咱是毋是甲掠鱼的人共款？将我有掠着鱼，也是无掠着鱼，正做我敢是一个好的掠鱼人的判断吗？咱袂记哩，伫即个故事中间上大的差别是啥物？头一摆去掠鱼的时阵，无有耶稣。第二摆出去掠鱼的时阵，耶稣踮伫伊的船顶，然后讲你转去迄个最深的所在，踮伫遐，重新落网拍鱼吧。所以检测咱重新回答这个问题，信用到底有效啊无效？信用到底是有效也是无效的关键，无在伫咱的表现。无在伫咱，互人看起来，我是一个偌认真的基督徒，我是一个偌认真想要跟对主的人。信用有效也是无效，真正的关键是，咱敢有看到耶稣踮伫你的船顶？当耶稣踮伫你的船顶，你会诚实讲：主啊，
我真正是一个罪人啊！咱的生活永远咧面对，即马讲虚实之间啊。咱的生命永远咧面对虚的也是实的。当然，这是因为疫情了后，咱进入一个线顶的时代，所以大家人咧讨论线顶甲实体的世界到底虚实之间是啥物。但是咱嘛定定袂记哩一项事，咱将信仰甲咱的生活嘛活甲亲像虚实共款。咱的信仰是虚的，但是生活咱感觉生活是实的，所以坐伫遮一点钟啊，听了感觉哦，敢若真有道理。但是咱犹原袂将这个咱认为虚的物件当作是实的，所以咱的信仰甲生活变成做分足开的。咱将来毋捌认真要去想，主若是你踮伫我的船顶，这对我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款的改变吗？所以其实咱每一个时代拢咧讲的是虚实整合，虚的物件甲实的物件重新爱接做伙，踮伫最深的所在，咱才会看见稳定的脚趾。咱有看见迄个脚趾无？昨有一个青年人来伫遮，伊咧拍片，伊咧拍足侪教会，讲2分钟的时间，讲到底即间教会有啥物特色，啊需要怎样替即间教会祈祷。我甲伊讲了真欢喜，啊伊嘛甲我分享伊所看到的实况。伊讲有当时啊，咱期待的不过是踮伫教会内底讲心灵鸡汤尔。有当时啊，咱信仰诚侪，敢若期待伫教会内面讲一寡心灵鸡汤，啊看起来我得到快乐啦，啊但是对明仔载开始，搁转去原本的世界，啊然后一礼拜来充一摆电，哪亲像得到快乐？但是一直讲心灵鸡汤，讲到上尾啊，伊讲吼，要讲虚的物件就简单的啦。要讲虚的物件，干那咧鼓励人，干那咧鼓励人讲哦，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上帝一定会祝福你，这拢足简单的。但是要深刻去反省人本身的罪甲黑暗的所在，面对家己内心的失望、惊吓，这将来无简单。然后当咱真正要面对这个咱上深的惊吓，甚至心内底的无信的时阵，咱会拄到的冲突是大的。耶稣邀请西门彼得转去到最深的所在，伊若亲像咧切洋葱共款，一层一层咧掀开西门彼得心内底一切，伊认为会当保护伊的制度、经验、伊的材料，伊所看到的一切。最深的所在是黑暗。是失败，是破碎，是跨入，但是也是稳定。今仔日的咱带着家己的故事来到伫耶稣的面前，咱感觉咱带家己的故事来到伫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讲：我到底要安怎解决现主时的困难？咱一直咧问的时阵，咱袂记哩。耶稣家己上即只船，耶稣家己上西门彼得的船，耶稣家己进入咱逐人的心，然后踮伫咱的心门外，一直咧弄问讲：转去迄个最深的所在，落网拍戏吧。伫迄个失落的所在，伫迄个互你感觉生气的所在。伫迄个，互你感觉你啥物拢毋是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神圣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稳定的所在。你跋倒的所在，就是你要阁爬起来的所在。咱会当得到新的未来。门徒的故事，也是你甲我的故事，更加是基督的故事。门徒咧讲的。
是基督的故事，掠鱼的现场，也是咱生活的现场。迄毋是虚的，迄是实的。教会的现场、工作的现场、家庭的现场、学校的现场，拢是基督甲咱做伙的现场。踮伫遐，咱要看见基督；踮伫遐，咱要看见伊带咱转去到伫最深的所在，流落恩典。今仔日，咱要领受恩典。今仔日，咱已经领受恩典。听候，咱要安怎回应？主啊，我不过是罪人。最后，伊放落一切，对耶稣，将一切放落来，跟对耶稣吧。跟对耶稣，咱要看见恩典。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当暝已经到伫尽头，天曝光，风吹过来，一个孤单的形影，船过水无痕，鱼过梦成空。为着过去懊恼，为着未来咧操烦，到底要往对去的？行一船，讲出道，声呼调唤，当最深，拍出梦。最深的所在，稳定的所在，搁一摆拍出。修成满满，袂有惊喜，心有惊吓。我的未来伫你手中。耶稣进入咱的生命，耶稣踮伫一只船顶，邀请咱登到最深的所在吧。请咱来看圣诗36首，咱先来看。新的这一节，第4节，踮伫顶悬。上帝恩典慈悲，极美妙奥秘，规暝掠鱼无采工，吐开真失望。耶稣叫因拍较深，果然鱼满网。最深温藏主奥秘。神探得惊奇，因为台语中间实在是无惊奇吼，台语中间无 surprise 这字，但是踮伫罗护士帮咱就至少接受这个讲法叫惊奇。啊，咱等下咧念的时阵，搁反复最后这一句，愿未来伫主手中，实现主恩宠。等下，咱近第1节到第4节最后一句，咱做反复，请咱做伙来念圣诗36首。上帝嘅恩惠慈悲，奇观无地比，仰望观山领西边，白色那变心，透早希望山开开，日头花光开。山关大人轻声，自阮搁较悬。上帝嘅恩惠慈悲，极深无地比。海见水体嘅山平，
大兴无知晓，风困甲你离开我，只讲要袂散。这海水深水上深，自阮搁较深。上帝给阮归慈悲，给看无地比。希望无这个山无遥远的风暴，世情阿拉被空压，月光地照射。这风暴虽然真大，自阮搁较宽。上帝给阮恩慈悲，奇美妙无比。几暝掠去无彩工，逃开真希望。耶稣叫金拍脚深，果然去满网。水深稳总主后面，心叹的惊奇。愿未来的主手中，实现主君强。当心来祈祷，主耶稣，你的所做永远稳重奥秘。主，愿踮伫你的面前，谦卑承认，主，愿真正是罪人。伤济时阵，愿掠，阮的船内底到底有鱼也无鱼，来成做，阮会当得到肯定，阮会当得到价值。总是阮袂记你，若毋是你踮伫阮的船顶，阮啥物拢毋是。主，阮的未来踮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阮，互阮亲像温度共款。看见稳定了后，阮知放落一切来跟对你。愿阮的一生踮伫你的手，愿阮的一生拢不断看见你的稳定，也看见你踮伫阮生命的奥秘，互阮真正会当引带每一个需要的人踮伫你的面前，因为你踮伫阮的船顶，阮会当得到人亲像得到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
较侪报告介绍，请牧师。好，咱简单看几项教会的事吼。咱对后礼拜开始，咱的圣经学堂，咱因为疫情吼，所以咱游玩点伫线顶，咱期待若是真正较稳定，慢慢才来恢复吼。但是咱对后礼拜开始咧看马可福音，所以若是你会当踮礼拜三的暗暝8点踮伫咱线顶看咱的直播的时阵，牧师即礼拜要带咱做伙来读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20节，所以煞接会对马可福音安尼一直来读落去吼。好啊，咱即几礼拜奉献的人数甲奉献的资料甲聚会人数要做伙牵伫2月13甲20的周报顶面，所以请咱同齐来注意吼。咱后礼拜的主日要做伙收圣餐，所以请咱会当来备办心。啊，第2场礼拜后咱嘛要召开小会，所以请小会员来出席参加。啊。奖学金的部分，咱已经开始咧申请，所以有符合资格，咱遮的学生吼，会当来干事遮来申请遮的奖学金的申请表。好，啊，搁来，毋知影咱翕相了未？若是还未翕相，咱会当最近吼，若是听候到咱厝内底人会当组织的时阵，咱拢会当。做伙翕一张大合照啊！因为明年要进入120周年，为着互历史小组这边来做好的准备，所以请咱若是还未翕相，会当趁咱厝内底的亲人若是拢转来的时阵，咱会记你翕一张大合照吼，翕一张大合照，然后交来伫教会遮啊，请咱会当共同来协助这个事吼。好，啊，过来后礼拜咱有迄个学生的读经营，所以嘛，请咱为着这项事关心甲带导。啊，主日学的迄个快乐周末营，3月到6月嘛，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拢咧接受报名，所以请办公室遮来提好。好啊，毋知影咱中间有新来的朋友，若是你是新来的朋友，踮伫礼拜三的时阵会当踮伫后面，啊，牧师会当甲咱招好。啊，嘛有咱可能还阁有一咱。转来过年的亲人朋友，所以咱嘛简单咱身躯边的人请安，有社交距离的请安。我大家新年恭喜！三甲来吟祝福册肯的诗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吟诗后请牧师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甘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坚强徛比是正，暂我大志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世间错事袂记人。这是我人生悲这望，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咱看见耶稣踮伫咱的尊顶，互咱看见恩典的脚迹，也互咱分享这个祝福。对答直到永世代，阿门。